看中国昨天通过港版国安法，你就知道所谓"一国两制"根本是谎话一篇。马英九发的消费券被监察院特别在事后审核的时候，已经明白指出来，它的替代性过高，对经济成长没有帮助，所以我们汲取这个教训，不再重蹈覆辙。看中国昨天通过港版国安法，你就知道中国过去所承诺的所谓"一国两制"50年不变，完全不遵守诺言。也可以看出，国民党一直跟中国所配合的所谓"一国两制"，根本是谎话一篇。所以，台湾更要知道，唯有我们自己自立自强，我们才能在世界有一席之地。看到香港现在的变化，我们更该警惕。我们一直呼吁中国政府能够信守承诺，善待香港，并尊重民意，避免造成社会分裂更大的冲击。同时，我们对香港人的关心关怀始终一致。所以，蔡总统也已经指示，前天我们已经讨论，都达到共识。就是要由政府主导跨部会整合，然后公司协力匡列预算，我们要来做好这些事。那现在所谓港版的国安法，它实施了，那么明显的降低了香港的高度自治，所以我们必须密切观察，这时候港府所做的事情，是代表他的意志。还是要更多的是北京的意志，总统也特别指示要有一个这个所谓的援助的行动专案这个港澳条例它没有人民两个字我们处理两岸叫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其实就是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的人民关系条例，简称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它有人民两个字，可是港澳条例没有人民两个字。港澳条例它比较特别，因为之前我们跟港英时期的香港政府其实有一定的往来，对不对？还有这个澳门也一样，所以在97年香港政权转移之后。我们是把香港在政治上看成是第三地，政治上看成第三地。那为什么把它看成第三地呢？因为按照中英联合声明里面给予香港高度自治，它有一定的 autonomy， 因为它高度自治，所以呢，我们可以把它在政治上把它看成第三地，所以在港澳条例里面，它所处理的。不是只有台港人民的往来的事情，还去处理这样的一个特区政府跟我们的关系因为它高度自治，所以我们一定有一定的处理方式，有别于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去处理跟大陆的事情。那现在所谓港版的国安法，它实施了，那么明显的降低了香港的高度自治，所以我们必须密切观察，密切加以观察来评估，这时候港府所做的事情，是代表他的意志，还是要更多的是北京的意志？这时候我们必须密切加以注意观察，所以我想总统讲的话是针对这个而发言的，越来越多香港人民来所以呢，总统也特别。指示要有一个这个所谓的援助的行动专案援助的行动专案也是援助了关怀，这样将来有越来越多的香港人民到台湾来这样的情况呢。